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直播主开直播，甲卖将来开讲，想要教互歹徒来上钓。有将近2万人来订阅的直播主，伊一路上直播甲卖将咧开讲，结果有2个骑士，这个骑机车的歹徒直接把伊的直播器材抢咧走。因为当咧直播，真侪买将第一时间拢有看到这个犯案的现场，都惊有危险，随着帮忙报警。警方动员900名的警力。看5个管区，才5点钟尔，都甲嫌犯看起来了。我在路上有看到一些人穿得很薄直播画面开始无清楚，最后直接无信号。来看卖将是感觉真奇怪。原来直播主阿芳哪行哪和卖将开讲，根本无注意，已经互歹徒看到。看准阿芳行影响到别人，所以对下海壁边行。2人一组的歹徒直接把伊手中的手机机器全部拢抢走。当下是没有想那么多，是报案完，警察到之后才有害怕，就是才有掉眼泪。阿芳直播的手机无信卡，无法度随定位。警方动员山顶堡、泸州、新庄、邦桥、万华警察调监视器来抓歹徒。其中一位王姓嫌犯，因为裤股鞋实在伤过青白，警方一个就甲拎出来。喝醉又与店家发生争执所以民众报有人闹事，调阅的员警一眼眼尖就认出来，讲就是你。2位歹徒，一个人分2500块，其中王姓嫌犯走去啉酒，袁姓嫌犯到朋友的厝内开毒品的 party， 犯案无到5点钟，就互警方移送法办。